雄一个医生，最近这7年来，针对参加路跑的民众做这个骨质疏松的体检，结果发现，伫6万多人当中，超过3成的人有骨质的流失，其中有6%已经有骨质含烧了。医生是担心讲，一般无咧做运动、无咧晒日头的民众，恐惊这个骨质流失的这个状况会更加严重。 真侪人爱参加路跑，互家己更较健康，想袂到爱运动、搁晒日头的人，骨头嘛会含烧。高医师为2012年开始，7年来针对参加路跑甲边的民众进行骨质疏松的体检，发现讲体检的67190人内面，有31.17%的人出现骨质流失，6.59%的人骨头含烧，抑过真侪人唔知影。碳酸饮料啦。 过量的咖啡啦，其实都会增加钙的流失啊，好，所以饮食习惯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这款的数字真惊人，会使想到讲，一般无运动甲晒日头习惯的民众，骨质流失的情形可能更较严重，拢是等到注射走进去，还是讲跋倒骨头断去才会知影。要有晒太阳，因为在台湾大家对晒太阳是比较不喜欢的。那其实维他命 D3 的合成主要是靠晒太阳，饮食的摄取很难获得足量的维他命 D3。 食食来平衡运动，搁爱晒日头，好的生活习惯，才是防止骨质流失上较好的办法。